哦，这竹子有这么粗啊！锯掉那个靠近竹节的那个地方，也不必用那个蛇皮来包了，就用竹子了。你看，竹节的部分，你看有琴弦，有弦，有琴鞘，有弓，有拉弓。拉弓的那个弦呢，那个线都是马尾，马尾巴的。只要不杀生了，难免用到动物的东西啊。